后一个若有机会，我阁要去耍，对无？咱拢会安尼讲嘛，吼。啊，比如讲啦，吼，我做一个比喻，这个所在，这个风景区，咱感觉伊足水的。啊，如果讲啊，吼，叫你遐住一个月哦，你拢袂使出来，你拢袂使离开遐，嘛袂使来都市哦，就是伫迄个风景区住一个月哦。啊，都要你会安那？你住会了吗？咱是毋是住袂了？咱会感觉安那？哦，足无聊的，对无？也是来大卖场较快活，对无？会当看，会当食。啊，所以讲，幸福是种感觉，咱感觉伊水，其实这种感觉它也很短暂，足喜欢的，对啦。所以呢，当咱迄个追求，想要搁去佚佗，想要搁去咱所兴趣的所在，其实当咱咧追求当下，迄个苦就伫咱的心生出来啊！吼，啊，咱也想哦，如果讲咱今仔日咱的兴趣到底咱要放伫倒啊？吼，咱的兴趣是要放伫人厝，还是要放伫天厝？喏，咱这个兴趣嘛，吼，咱每项都有兴趣啊。有的人兴趣是啥？插花啊，啊有人兴趣嘞，写毛笔啦，是毋是无共款？对无？每项都有每项兴趣，啊，咱的兴趣呢，到底是要放伫倒吼？所以呢，有的人伊的，如果讲咱的兴趣啊吼，啊拢放伫，哦，世间足趣味的咧，咱敢有感觉世间足趣味的？哦，世间足好耍的咧。也是讲呢，做人，这个人做好做人的呢，咱有的时阵咱拢会安尼人讲无，这个人做好做人的呢，啊有的时阵咱嘛足希望咱家己做好做人的呢，咱若安尼，咱的厝伫倒？人间，啊咱甲想，咱的厝是伫人间，咱以后的归宿是伫倒？人间，对无？啊所以呢，如果讲啊。咱今仔日咱的厝是伫天厝，天厝伊就是千间得地。咱今仔日咱的兴趣是放伫遮的话者，咱若安尼以后，咱的归宿就是天上。所以讲，归宿毋是咱目睭摕去了才去的，是伫咱现在就决定啦。到底咱的思想，咱所要放的是要放伫啥物所在？咱的理念到底是伫啥物所在？当下就决定了以后，咱会去所啊。所以去所毋是咱死去，较接近西方的咧，是当下咱人世间，咱的迄个去处就已经出来啊，吼。所以呢，咱的身躯啦，去外口安尼走，安尼拍，是毋是心就袂静？啊，咱心，咱这身躯袂静，有时阵咱拢会想讲要互静啦吼。啊，咱甲想哦，如果心也无静，只是这个身躯互静坐伫遐，伊敢真正有静？未必然啦，是啊，学较安尼讲的。有个人你看伊定定坐伫遐哦，伊是会打梦想哦。就咱亲像咱的囡仔吼。你看伊头前摕一本册咧看哦，你毋知伊个读咧想啥哦，对无？啊，你要安怎才知影讲伊有读册无？考试啊考了，你就知这囡仔敢有读册无啊？平常时啊，你看伊拢本册拢摕伫遐呢，是大人是毋足放心嘞。我的囝做用功咧读册，啊考出来咧，才知影讲原来伊是看册心无伫册咧，所以讲啊。其实，这个身躯要互静，伊迄根本就就是心。啊，咱的心要安怎较会静？只要咱迄个主人出来，咱的心伊就会静啊。啊，其实咱若想，主人伊并无离开咱，离开了咱这个体哦。因此呢，为什么伊管到初人伊爱来祈祷？啊，就是讲借着耶稣一起点开了咱每一个人心中迄个
秤同款。书照着伊的字，伊甲点秤了即个人，计莫搁困啦。所以伊记忆的重点就是安尼。如果咱若是，咱今仔无受书的治疗，虽然咱拢安尼听，咱拢伫世间安尼做，可是往往呢，咱迄个本体迄个心吼，伊要发较难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呢，经历了咱修学到了，慢慢咱拢会听讲师会甲咱讲，会说法，咱拢知影讲，咱的身躯有一个好的，就是有即个主人对啊。咱若想哦，咱的身躯有主人，可是即个主人，伊无法度通做主，为虾米？咱的主人拢互请伊伫边啊，结果是啥物人来做主？咱一个做灵卡的使用人来做主，迄个是啥？咱的心。所以咱心，有的人拢会甲心比喻做啥？心猴对无？是毋是？咱若想猴伊的特性就是啥？是做好忝，对无？咱的心呢？咱的心就咱亲像只猴呢，咱时常会起心动念，咱看啥就想啥，看啥就讲啥，甚至有的时阵咱无看无，咱家己嘛会想呢，对无？所以讲啊，其实咱的心，伊就哪亲像只猴，伊足容易起心动念。当咱呢，咱若起了一个恶念，咱会安怎想？咱是袂讲好，我若起即种念唔够歹啊！我修学道啊，较会使搁起即种念，咱就想安怎？咱是毋是会受一个善念甲缀落来，对无？一般咱拢会安尼啊，咱拢会转念转好念嘛。可是呢，咱甲想哦，安尼敢是根本？当你起一个念，你敢是用一个念甲缀落来，安尼敢是根本？其实安尼毋是根本，真正的根本是啥？念起即个，就是讲，咱迄个念头起来啊，咱家己有发觉。所以呢，有一句话安尼讲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定。讲毋惊你起念，只惊你这觉伤过慢的。为啥你还惊觉伤慢？因为惊你念起了去做业。所以呢，这个觉其实觉就是咱本身伊一个作用。只要念嘛起来，咱的觉有出来啊，咱就知影。所以讲，咱今仔日咱要安怎修持，就是讲去保持着咱察觉的这粒心。当咱发现着咱的心起念了后，起了妄念妄心的时阵，咱毋好生出一个讨厌，也是讲生出一个要甲压制的心嘛。咱毋好安尼甲想，为虾米呢？因为当你的念出来了，咱讨厌，搁生一个压制的心，就哪亲像这丛草啊，用一个石头甲缀。虽然将是缀，草啊咱无看到，草哪有存在？有，伊共款搁伫遐，迄个种子共款搁伫土里，只是伊暂时互你的石头甲缀。就讲，咱生一个歹的念头，咱用一个善念甲缀，伊只是暂时缀尔。迄个歹的念头共款搁伫咱的白色林中，伊无紧度，只要因缘若成熟，伊共款搁会爆发。咱捌看过迄淡仔甲路林边仔有咧爆迄树啊，爆迄草啊，有无？有啊。咱甲想，淡仔甲土较尼高，伊搁爆会出来，表示内底有迄个种子。所以呢，当咱起念了，当咱有妄念了，咱莫去甲压制。咱只要呢，静静，讲依着平静的这粒心，咱自信，迄个如如不动迄粒心，咱去甲看，咱定定仔伫遐甲看，看伊安怎，看这念头，伊会起，伊会落，
上最麻烦就是安那，念起不觉。当这念起开，咱无发觉的时阵，咱是毋是就随着咱起念做，对无？学行的做一个，学行的迄种新的教法迄种，学行的拢会看经典。啊，即摆经典啊，安尼看吼，看无几分钟，忽然间就一个念头写出来，吼，做喙干，学行会安那？是毋是啉茶？对无？即摆茶啉啉的，搁倒来，搁坐咧看，这看无偌久哦，搁会想着讲啊，衫才袂洗，啊，学校会创啥？是去洗衫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咱若想讲，当这念头起的时阵，咱拢无发觉，咱的行动会安怎？是毋是就做啊？啊，其实学校的目的是要看经典呢。啊，结果一讲落来，经典看偌久，看无超过3分钟，家事做了了。毋晓真系咱敢有即种生活当中的感受对啊？所以咱人最重要就是讲，念下去，咱无感觉，咱就念千年，随着咱的念头一直拍，一直去，一直走啊，咱无法度通啊去克制。因此呢，他会讲。不怕念起，只怕觉定。迄个觉啊出来，其实当下迄个念就无去啊，吼。所以呢，咱是正道我伊咧甲咱讲，伊讲不求真，不断无，了知易发空无常。就是印证头较长我咧甲咱叙述的讲，其实念头。咱要去求一个真诶，要去写一个讲，伊是无常，伊是一个希望诶吼。再来呢，咱得知吼，人人幸福。咱得知吼，就是讲稀有诶物件，咱家己无诶物件吼。幸福呢，就是讲不得手段。咱字面简单的解释就是讲，咱会去追求着，会想要爱讲，咱无的物件啦吼。而呢，咱会做出了不择手段的方法，也是讲，当咱感觉讲这项物件我无，而我想要得到，咱就会不择手段。去甲取得啦吼，所以呢，咱想哦，伫咱的生活当中啊吼，有偌济物件是咱无的，是毋是足济？啊，足济物件拢咱无，啊，因此咱会安那，咱就足想要得到对无？啊，咱就用尽一切的心力，一切的方法。想要得到咱所想要爱的物件吼，所以呢，咱的意哦，想要爱，这就是咱的意念。意就是意之欲，就是贪报。来讲，这个念头是贪报。所以呢，当咱想要得到咱要爱的物件的时阵呢，咱爱先想一下，也是讲爱先想看卖啊。咱用这个方法来做，敢对？见一顺意义啊，来讲，咱想要去得到咱所要爱的这项物件，咱爱思考，咱安尼做敢有下道德，敢有下义理的？如果讲咱做的，伊是无合，咱若安尼呢，咱就爱思考啊。因为当咱用无合道德义理去得到的物件呢，无形当中伊会互咱做了无好因缘啦吼。所以呢，亲像建议就安尼讲，伊讲一心贪平，即是烦恼，烦恼妄想有好心心。当咱有生了一个贪求的心嘛吼，这个心，这个想法，
其实伊就是梦性，伊就是一种梦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咱较会生出这个贪求的心？因为呢，有一个我，就是讲我想要爱。啊，当这个我想要爱，我无的时阵，咱的求的心就出来。啊，所以呢，当这个我生出来了后呢，咱嘛想哦，咱就会开始呢，对着这个世界开始，咱就有足多的思念，咱就会去认为讲，啥物会好，啥物会歹，啥物我需要，啥物我无爱。啊，所以呢，当咱用这个我，伫这个世间去认定遐个物件了后呢，就是讲我需要的，我想要爱，咱若安尼，咱这烦恼的心就出来。为虾米讲？因为呢，当咱无的时阵，咱是毋是会烦恼？咱就会想要得到啊！吼，咱得袂到的时阵，咱就会烦恼，咱就想要。啊，当咱得到的时阵呢，咱就想安那，咱就想要甲保护好势啦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其实这个贪念、贪欲之心，伊的根本就是这个我。所以金刚经里头讲了一句话，伊讲，咱若要成为一个菩萨，爱无我相、理相、正常相、实假相。啊，就讲第一个，咱爱先了解讲，去除了咱自身的我，这个我。因此呢，人世间咱会有遐尼济问题，迄个根源就是为着出来，为这个我出来。所以，当咱若有我了后呢，咱开始去分别所有一切物件。当咱安尼分别了后，咱的心伊就向外去追求，咱就无法度通真正去恢复着咱自己迄个本心，吼，咱迄个自信。所以呢，咱来到这个人世间，其实咱有体，伊就是爱有应用。伫应用的当中，如果讲咱迄个我，咱若莫去甲认定讲，啥物会是好，啥物会是歹，啊，就简单来讲就是讲，咱莫去起分别心，咱莫去执着心，咱莫去对待心。其实世间一切物件，伊只是互咱演尔，是因为咱去甲分别着啥物会好，啥物会歹，啥物会我要爱，啥物会我无爱。因此，咱较会惹了遐尼济烦恼妄想，互咱的心甲心受了迄个苦。所以呢，老佛祖其实伊也是要甲咱讲，人间不过山乌光水色啦，啊，就是讲世间伊只是浮光景色，讲伊本来就是有这个形象。只要咱莫起心，想要去甲拥有，想要去甲爱，咱只要是言而不尽。就讲，咱伫这个世间，咱应这个世间所有的形象，可是咱的心无去执着的念头，咱若安尼，世间就哪像是咱的济公老师伊共款，游戏三昧，就是游戏尔。咱的世间是咧游戏尔，所以咱若想哦，迄囡仔伊若咧耍无，耍迄游戏就对啊。咱若想伊耍安那，迄游戏会比伊安那。是讲等伫边啊，对无？咱亲像迄个意思，世间伊是互咱演了就好啊，咱毋好甲放淡咱的心。如果演了，咱甲放淡心，安尼就做麻烦的啊，吼。
伫个土地呢，起咧火的。啊，因两个行出远的，啊，伊这土地呢，就讲师傅啊，做喙干的呢，啊，好像得袂到，啊，师傅就甲讲，等下吼来找看敢有水无。啊，即摆两个人咧行，我行到有一个湖啊。啊，即摆因这土地看着即个湖了吼，拢定伫遐徛啊。啊，师傅就感觉足奇怪呢，你著讲你做喙干，啊有水啊，你较有去食？啊，所以呢，师傅就甲这土地问哦，啊，你较有爱食水？这土地就安尼应啦。哦，这湖遐尼大，我how食会了啊？啊，因师傅就安那呢，就甲迄个碗吼摕开，啊，为迄个湖安尼敲一半，啊，你袂就做，就安尼行，就安尼讲啊，绿水3000基础去挂去。啊，所以师傅咧甲土地开始呢，水虽然足大，厝咱需要的，天底虽然拥有足侪物件，只是因咱需要，对无？人世间就是安尼啊，咱今仔日就是先需要迄个贪心，想遐济，咱较会忧苦心的，咱的心较会受到艰苦，咱较会呢伤甜苦海呢，流落生死呢。如果讲咱今仔曾经上主安呢，你需要啥，你就敲一半开煮迄个喙干就好啊，对无？所以啊，虚好的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虽然咱伫这人世间有名有富贵，啥物物件拢有，只要咱莫去过分的追逐就对，追逐伊就造成了咱的困扰吼。所以呢，人生的快乐不在金钱甲物质的拥有啦，而是道理的体悟。事实上就是安尼哦。咱若是咱拥有了足侪金钱、足侪物质，啊，如果讲嘛吼，咱道理拢无了解，啊，若安尼，咱内心的痛苦、烦恼，敢有可能借着金钱甲物质来替咱解决？是毋是无法度？对无？啊，所以啊，如果讲啊，咱今仔日咧看病，咧艰苦，虽然咱有法度通用钱来治理啦吼，治理咱这个身躯，啊，如果讲今仔日咱这个钱伊无法度通解决着咱身躯这个苦的时阵，咱若安尼，钱咱大家最重要。我做一个比喻讲。如果讲今仔互我摕一个工钱啊，真现佮互我足侪钱，互我才会快乐，是毋是袂快乐？对无？因为我的苦，我的病就是我的苦啊，钱伊无法度解决着我的苦啊。咱若咧啥物话会当真正解决着咱内心的苦，是咱去体会着迄个真理。唯有真理才会当解决着咱人生所有的烦恼。所以。最大的快乐，也就是体会出了迄个真理啊！吼，好啦，是以圣人呢，为福不为母。为福呢，就是讲内在伊的内底；为母呢，就是心外咱的外欲。头仔所讲的五音、五色、五味啊！吼，所以呢，圣人伊今仔圣人伊的方向就是讲，放伫伊的内在，福嘛，福，是毋是就是咱的身躯的腹肚，咱的腹肚，福就是讲腹肚，啊，腹肚就是伫内嘛，咱若想讲福就是目睭所看是毋是外口？啊，就是讲圣人伊今仔日伊的用心是伫伊的内在，伊毋是放伫外口。所以呢，
其实老师伊要甲咱讲的讲，向咱内在，咱内在有一个菩提自性，迄个伊是清净的。咱只要去向内，甲咱的自性，甲伊找出来。咱安尼，就是老师伊所讲迄个道德，道德伊无伫外，伊伫咱每一个人的自性当中。老师伊的意思讲，叫咱的方向爱向内，毋好向外，不为无，毋好搁向外去。因此呢，要做大家以后讲，外因内了，甘愿。因为呢，外口有迄个因的内了，是讲咱内心有迄个精进，讲外因甲精进两项合着的时阵呢，咱的心甘愿分离，是咱家己叫造出的啊。啊，就是讲，咱家己向外去追求。老夫子伊今仔日，就是讲12种伊的重点，要甲咱讲，咱的方向爱踅倒转来啊，咱毋好一直搁向外走，咱即摆方向爱踅倒转来咱自己本身，咱本身有一个清净的本性，迄个才是咱的重点。外口的物件，伊是虚幻，伊是短暂，伊带互咱的是痛苦。所以呢，道在自心，心外无道啊。道伊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啊，咱今仔日也要去外口找道，伊是找无道的啦吼。所以呢，闭上眼睛，有啥物爱闭上眼睛？啊，就是讲。咱向外追求的迄粒心，看开，吼，因为呢，目睭看着咱的对象嘛吼，甲即个肉筋看开，清理咱的心嘛，开始向内来关照着咱的心，因为呢，圣灵社会伊最主要的，就是咧甲咱讲，只要咱若清楚了咱自己的心啊，咱其实呢，就有法度通啊，咱迄个本性，伊就自然伊就流露啊吼。所以呢，咱修行的其实嘛是咧清理咱自己的心的啊。回头是看，回倒转来，毋好搁向外去走，因为呢。离家千里，回家就千里啊！咱向外走愈远，要转来咱的厝就愈远啊。所以，咱若想哦，咱今仔日如果拢伫世间的对着，咱若安尼啥物时阵，咱要转来咱的厝，要转来咱的厝安做呢？就咱亲像一个囡仔，伊也去放弃伫外口，伊敢知影哪转来？是毋是毋知？对毋对？啊，同款这意思哦。如果咱若拢伫外口要做，咱嘛当亲像迄个囡仔哦，放弃，毋知咱的厝就对啊。所以讲，回头是岸，倒转来吧，将咱的方向踅倒转来，莫再去看外口啊。因为外口伊是虚幻，伊是短暂。咱今仔上界重点的是咱自己。咱到底咱的天气毛病，到底咱今仔日，咱敢知影？咱敢有向这所在咧用心，吼？这嘛就是老师伊要甲咱讲的12种，转来吧，转来咱家己，只要你转来，你就爬上看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如果咱无转来，咱就是伫外口咧做嘛，吼。苟弃必出处，啥物呢？伊弃必呢，就是为恶；出处呢，就是为福啊！哈。所以呢，学校呢，用这个典故来做比喻，啊，就是讲
主要大到较好就对啊吼。可是为什么咱夫主伊今仔日会得到？因为咱夫主伊的方向伊无伫我，伊无对。曾经呢，孔夫子看咱夫主遐尼善吼，孔夫子伊嘛甲咱夫主讲：花啊，你较毋去做官啊？花啊，咱夫主安尼甲孔夫子讲呢？伊讲伊无爱做官。伊讲呢，花伊有讲一个名称，就是讲，伊只要呢有50亩的田地，互伊会当有饭通啊食就好。伊只要某一个所在有10亩的田地，互伊通啊建迄个丝网，做衫啊，安尼伊就好。伊所爱是夫主的道，就是讲，咱夫主伊今仔日伊的心是放伫内，伊无放伫外，伊无家己人生的目标放伫外口，伊是放伫伊自己内心当中。因此呢，伊今仔日较有法度拿去着夫主的道，所以呢，就是圣灵伊今仔日因的宗旨，圣灵伊今仔日呢，伊袂去优位伫外口，伊袂死了伊自己本身啊。因此呢，咱的师主伊呢，安尼甲伊朋友讲，伊讲100年以来，我不如主；100年以外，主不如我。就是讲，咱的师尊伊家己朋友讲，伫世间我可能为你的风光，可是当出世间了后呢，你就不如我，为什么？因为出世间了后，咱也是咱的师尊伊是有一个困难，就是讲，咱的方向爱向落啊，最后呢，我通呢做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呢，嘛是咱的圣灵内底，师尊甲咱讲，伊讲，世间真的那么让徒儿颠倒吗？生活真的那么让徒儿烦恼吗？流行真的那么让徒儿引诱吗？物质真的那么让徒儿追求吗？就是讲，咱的济公老师，伊曾经慢慢捌来到这人世间啊，所以伊知影，伊甲咱问啊，世间真正互咱遐尼颠倒吗？生活真正互咱遐尼烦恼吗？流行真正互咱遐尼引诱吗？物质真正互咱遐尼追求吗？若是咱的生活当中，咱拢在烦恼啥？所以呢，老师伊嘛就是借着即句话甲咱勉励。伫人世间当中，咱除了烦恼遮以外，其实咱阁有较重要的物件，对啊吼。所以呢，老师伊知影讲，伫人世间足歹修的啦，因此伊咧甲咱提醒啦吼。除了咱所烦恼遮，其实咱阁有一个上需要烦恼的，就是咱家己以后的归处啦吼。所以呢，老师伊通讲啊，伊讲伊甘嘛有味道来食苦啊，因为老师伊知影讲，人生的旅途有甜也有苦。伊行道理呢，去拄着风雨，行道理受了苦楚啊，甚至伊行道理呢，去过了前途。所以呢，师伊甘嘛为咱来食苦，咱互项呢，就用一条长歌啊吼。
感谢陈讲师前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以热烈掌声。我们现在休息20分钟，到10点30分，我们希望前几年可以提早5分钟入座。